看着远山云层环绕，沿着弯曲道路行驶，位于苗栗县大湖乡的莅林国民小学操场上，有一群看起来天真无邪、模样可爱的小朋友。别小看他们哦，他们可都是身怀绝技。你瞧，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，双手舞动着传统的客家诗，优异表现不止为校争光，更赢得众人掌声。而这份荣耀是来自于东林师队的黄荣贵师傅的教导。客家的精神就係叫做忠厚咩，哦，簡單，哦，亦都有安尼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刻苦耐劳的客家人以舞狮锻炼体魄，培养团体合作的精神；而开口客家诗更以舞步动作与鼓声配合协调著名，强调人诗合一，马步扎稳，动作细腻、活泼有趣，一一呈现在莅林国小的同学身上，看出不平凡的力与美。黄师傅所领队的东林狮队是典型的客家开口诗，起源于广东省惠州府陆丰县，200余年前由先民带进台湾。民国前3年在水流东流行，迄今已有90余年历史，一铺一脚印，为我们客家文化行传不遗余力。客家是要一般师母供养，人家都可以看哈。客家是開在視覺哈，視覺開在哈，要台面要手面哈，然後就應該完全傳統嘅哈，真哦，貴族係按樣傳來的哈，就傳統完全真傳統嘅真傳統就按樣完全冇刻就一樣嘅哈。客家詩比如有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客家诗是3種吉祥物組成，獅代表雄壯之身，大面代表財神，小面代表精靈的猴，象徵中華民族是多種族融合的精神。我參加一隻詩吹以後，我就人體都變得當好，咩當好教，當神氣。我希望一隻客家詩吹能夠留人的客家精神繼續流傳下去。我是客家人，經常以舞獅為榮。对于客家诗的爱好，莅林国小全校的师生们都积极参与客家人的骄傲。长时间搭师到学校的陈老师都有着这一份深深的体认。客家诗的文化已经即将面临失传，我们这种偏远地区的小学的小朋友能有更多增广见闻的机会。完全就义务性的咧支持到高先生啊，高中以下都非常的熱心啊，人家都配合，為到傳承的客家文化。而家目前來講啊，哈，在全國除了本水以國家莅林嘅時候，就出場表演上可免得看到客家的武士出來表演啦，冇法都看唔到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啊，哈，全國呢，台灣全國呢，很係從安尼樣很有都有會啦。但是佢可能就講問題佢冇出現，冇辦法出來表演。但是我就提下講啊，希望全國客家人啊，從安呢嘢，唔係個重新來主持，為到客家啊嘅傳統文化，大個主持出來，希望往後冇久嘅時間，能得喺個場面上會不止那一嘴啊，也希望見到客家師出來表演，也就係呢個希望。尽情卖力的演出后，这群小朋友露出了挥汗后甜美的笑容。只要能再一次舞动客家诗，不管再辛苦也愿意。客家诗传身心。喜不喜欢客家诗？喜歡。喜不喜欢黄师傅啊？喜歡。樂意客家走，耶！看来在大湖乡莅林国小生根的客家诗，小树已经慢慢的成长茁壮。只要有越来越多像黄师傅的人出现，未来希望的路就越宽广无限，新传之路就更近了。